4chan 嘅網民解密咗一個神秘暗網，發現咗3段錄音以及大量奇怪嘅圖片。到底呢啲圖片有啲乜嘢重大啟示？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Professor Papa。今集係講述嚟自暗網嘅神秘信息嘅第2集。想知道呢個事件嘅始末，係可以睇翻上一條影片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我嘅 Facebook 專頁聽翻片中提到嘅神秘錄音。而呢一集我會專注解密由網站出現到而家上傳咗嘅圖片。呢啲圖片都同人類嘅起源、歷史有關，甚至係被認為暗示咗人類嘅未來。所以有網民認為呢個網站係由一位預言家或者係外星人所設立。首先我要講解嘅係最早上傳到呢個網站嘅3張圖片。第一張圖片顯示咗7個圓形，我哋可以見到呢啲圓形以5個一組為一個循環。網民推斷呢個循環係暗示咗地球嘅氣候變化。第一個圓形係代表冰河時期之後人類文明蓬勃發展，而去到第5個圓形指嘅係地球喺若干年之後再次進入冰河時期。而第2張圖片就非常直觀，記錄咗細胞分裂嘅過程，因為地球上嘅所有生命都係由單細胞生物進化而成。喺第3張圖片上邊，我哋可以見到一個駐波，下邊寫住一個數目字432，係代表咗頻率432 Hz。部分人認為頻率為432 Hz 嘅波同人體以及係 DNA 修復有關，但係呢個講法仲未經過科學證實。跟住我哋要睇嘅係第2波上傳嘅圖片，畫面上呢一張圖描繪咗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嘅軌道，底下嘅數字12500，自然係代表12500年咁解。呢一個年份同我哋之後要睇嘅相片都有關聯。網民推斷呢一張圖係展示咗地球物種嘅進化，而下方嘅曲線係預測咗地球生物嘅種群津厚效應，即係話喺12500年後，地球會進入下一個冰河時期，大量生物滅絕，人類嘅人口亦都會急劇減少。畫面左邊顯示嘅分別係人類同黑猩猩嘅染色體，而右邊嘅圖案就被認為係描述咗一啲基因改造嘅科學。相信大家都知道人類係同黑猩猩有共同祖先，所以呢啲資料係唔係意味住人類嘅誕生係同基因改造有關呢？而喺呢一幅圖入邊，左邊嘅圓盤就係銀河系，喺右下嘅一連串圓形就係我哋身處嘅太陽系。由太陽數起嘅第3粒行星地球係以虛線標示出嚟噶。由 A、B、C、D 嘅象限圖可以推斷到，唔單止我哋地球人係居住喺銀河系嘅其中一個象限，喺另外3個象限入邊都有同人類有關嘅物種居住緊。下一張圖片嘅左半 part 係記錄咗光嘅其中7種顏色嘅波長，但係呢啲資料同人類有啲乜嘢關係，暫時係仲未揾到可信嘅情報去分析。而最後嗰2幅圖片係非常相關，左邊幅地圖指向嘅位置係獅身人面像所在嘅城市吉薩，第2幅圖就好肯定係金字塔嘅長、闊、高等等嘅數值，而右邊嘅方格都有佢嘅意思㗎。網民研究到呢啲方格計出嚟嘅數字全部都係坐標。以第一組方格為例，6乘5等於30，10乘17係170。呢個坐標係位於第3象限，所以得出嚟嘅結果就係-30度、-170度。而當我將佢哋計到出嚟之後，就發現佢哋大部分都指向金字塔或者係其他古代建築。呢啲建築都被認為係同古代文明甚至係外星人有關。所以呢個網站嘅製作者係唔係暗示緊人類喺古代有同外星人接觸，甚至外星人就係我哋嘅創造者呢？但係呢個網站嘅由來同佢內容嘅本質仲存在好多爭議同推測，至今仍然未有定論。喺呢條影片入邊未有時間提到嘅其他圖片，我會照舊喺我嘅 Facebook 專頁度更新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。